观众朋友老早，欢迎收看12月7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真。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北台湾的天气同款是湿湿冷冷，日时的高温敢若20度左右。那中南部是多云到好天，早暗的温差会较大，咱来看温度。今仔日东北季风又搁变强，而且北边的冷阁也要落南，会一直寒到后礼拜。北台湾同款是湿湿冷冷。伫北海岸、宜兰、大台北的山区，拢有可能会上大雨。那中南部是多云好天，沿海风会较透。温度方面，今仔日到后礼拜2，北台湾的低温会落到剩16度，日时的高温18度到20度，中南部的温度是18度到29度，早暗的温差会较大。后礼拜冷空气会一阵搁一阵，拜三迄日可能达到冷气团顶级。北台湾会落到剩14度，其他的所在嘛会落到剩16度、17度。来关心新北的实际，昨要暗暝5点外发生一件意外，一个查甫人放火引爆瓦斯，规个人家厝是着火烧。地署2个消防员伫抢救的时阵着伤。火拍花过2点钟，才伫现场找到引爆瓦斯的查甫人，不过伊已经未喘气啊。火一直对厝内冲出来，消防人员看这线拍火，边仔看到真侪物件被炸碎了，也甲规涂骹。新北市10指，最到尾暗4点外，有一个查甫人情绪真激动，呛声讲被引爆瓦斯桶。消防局随派人到现场看这线，并且按到这个查甫人，验过悲剧也是发生。整个引爆点是在5点03分，整个瓦斯气爆。那因为引爆点的时候，我们有初步上收集到一些影片了。当时第一个房间它已经纵火，所以瓦斯泄漏以后，整个引爆点从2楼直接炸到1楼。爆炸迄当阵，消防员伫咧边仔介护维护危险，窗仔门玻璃被炸碎了4个盆，有2位消防人员受伤倒伫咧涂骹，其他人虽然斗3工家送病院，好在在2位还阁知影人，其中1位白眼骨断去，另外1位12拍烧烫伤。拢无性命危险。新北市长侯友宜去病院看时阵，感谢消防人员伫第一线拍火救灾。我们消防弟兄用他的智慧以及他英勇的行为，来让这一场灾害能够有效的被控管。虽然房客因为自行引爆造成死亡，但是其他周遭的整个伤害，他们已经尽了力量了。我非常谢谢消防弟兄的辛苦。瓦斯起爆了，火正猛，乌烟是甲规条巷仔拢砍掉火。消防人员一直喷水拍火，伫下昼5点47分才甲火拍花。经过初步清查，除了2位消防员受伤以外，无其他民众受伤。因那引爆瓦斯的男性大夫，暗时找到伊的人时阵，已经不幸死亡。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联合报，咱台湾有178项水产互中国禁止进口。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中国要求爱心注册是行政贸易障碍，对台湾业者保证规定又搁评其他国家搁较严格，所以要甲 WTO 申诉。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去年新闻稿，中国自2019年11月26日公告定询意见，加当年透过 WTO 办公室通报申请。所以日本有建立新的系统辅导业者注册。来看《中国时报》，金门马祖小三通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了后，就冻点到单，上紧后个月就会开放探亲的专船。金门县长当选人陈福海昨拜会立委会主委屈泰山，讨论恢复专班的兵士，阁有防疫管控议题。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13迈去到金门视察，替防疫做准备。落尾来看《自由时报》，国民年金保费每年1月1日要起价，一个月投保金额为18282块，起到19761块，一个月影响271万人。一般的被保险人，逐个月要加纳144块。国保基金当年会当增加24亿的收入。继续来关心中国无场地佮禁止咱的鱿鱼、蚵仔和山肉进口。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这是中国禁止咱往来食客石板了后，又佮向禁止。针对中国违反国际贸易的做法，会透过管道来申诉，减少业者的损失。总统蔡英文嘛表示，
中国的做法对两岸贸易的正常往来并无帮助。中国海关总署昨日网页顶悬，因看到台湾企业申请的水产品拢被标注暂停进口。消署指出，期限内甲期限了后补件有178件无通过审核，其他国家补件最后一期是明年6月，台湾所伫今年8月。农委会认为中国有对台湾设贸易障碍记录，正义支持向 WTO 提出特定贸易关切。政府对于相关中国这样子的违反国际贸易的做法，依管道申诉。总统蔡文7号下晡参加活动，也表示中国做法对两岸正常往来无帮助。那这样的做法对两岸的贸易的正常往来是没有帮助的。政府也会全力的来协助我们渔民，确保渔民朋友的生计跟收入以及权益受到保障。期限内补件业者有105件，拢是水产品。农委会指出，长期鲫鱼、三马、烟仔鱼、五鱼，其中三马会加强外销到日韩。产值上悬有18.3亿的鲫鱼，原本被甲中国做加工，会协助渔民转向美国、越南等地加工。需要的辅导部分，我们都会来协助他们。小中国平均7,000吨产达6.8亿的五鱼也冲击被死。农委会表示，已经提早行情，内销已经增加，同时加强外销东南亚，沿领导保存或者是升起来。我们就是会稳定好这个乌仔鱼的这一个价格。消署指出，中国要求台湾的案件用电子邮件方式申请，甲其他国家无同，搁较开时间。7月暗时已经去函中国，到即马无得到回复，不过又会继续努力去问无通过理由。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众议院以350票赞成、80票反对通过国防授权法，要伫5年内提供台湾100亿美金的军事援助。嘛要求国务院甲国防部大声处理台湾买武器的请求。这个法案按算后礼拜送到参议院表决，若准月底通过，就会交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生效。台海情势紧张，美方唔那真重视，搁加卡挺台湾。美国众议院以350票赞成、80票反对，通过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包括提供台湾5年100亿美金的军事援助，要求国务院甲国防部优先加速处理台湾军购请求。法案一定后礼拜交参议院表决通过了后，交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就有效。We have gotten resources for them to operate throughout the world to help us both in the counterterrorism fight and global power struggle with some of our competitors. 国防部表达诚挚的感谢，那么相信此举也会有助于国军建军备战，确保印太区域的自由开放与和平稳定。国防部7号发布中共派4架强舰24台强机交代，若穿过海峡中线，嘛飞过台湾西北甲东南空域，海军战机紧急升空应处。美国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无认为中共2027年也是短期间内会还台，不过美方会强化区域核阻力，确保中共侵台会付出真大的代价。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康贝尔指出，一旦台海有代志，恐将引起严重的后果。Our goal is to ensure that that is never easy for them to do rapidly or cost-free. What happens in the Taiwan Straits is not somehow isolated there. If there were a challenge, it would have terrible consequences. 针对法案100亿美金军援的学者分析，除了应验中共威胁，也当参考俄乌战争情势纳入台海作战。以这个退役舰优先提供给台湾的话，那或许也可能会是在这个项目里面，因为它就主要是现成的，在这个我们提出，然后1-2年内也许就立刻可以交货。例如说，可能美方的这个已经这个退役，但是它仍然堪用的装备，这个或者是那个弹药等等，那甚至可能包括就是也许使用这个美国的这个关键零件，但是在台湾这个恢复生产线的部分。考虑时间紧迫，可会当快速得到符合国军需要的武器装备。学者认为，会当采购新盾舰刺针飞弹、多管火箭这的武器弹药，南方原来会当就台海情势的危险，加美方积极争取 AGM-158飞弹，强化空军精准打击的能力。国防部长邱国正进前表示，台美会讨论协商。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最近传出有饲鸭场逼出 H5N1 的禽流感，伫宜兰、高雄、甲台南嘛拢有传出病例。嘉义县政府即阵就执行监测，要针对鸡鸭场甲道照经过高风险地区，提早来清洁甲消毒。
消毒人员赛车伫家己县沿海道教卡自治的所在做消毒，为了防治禽流感，家己县加强特别防治所，专面对养禽场等等有风险的所在进行清洁消毒甲环境监测。目前完成41场的禽场及环境监测，以及禽场周边消毒21355场次。同时派遣消毒车前往东石鳌骨湿地及观海楼候鸟聚集区域进行加强消毒。家跳所表示，这阵嘛是道教回来台湾的时间，但是因的路线拢有经过发生过禽流感的国家，附近的县市已经有传出禽流感的病例，嘛呼吁业者要注意防疫。再次的提醒养禽业者要注意保暖措施以及防鸟围网设施的完备。同时落实人车门禁的管制，加强消毒。家己县今年4月有一场火鸡场，因为为着禽流感，把火鸡全部抬掉了后，到今无阁传出疫情。业者嘛指出，天气寒，道教来的时阵会较烦恼碰到病毒，所以大家拢已经加强相关防疫措施，希望莫伫过年之前各有损失。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看明年买节能家电冷气甲冰箱会当补助3000块。而且货物税减少，所以一台上济有5000块优惠。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拢总有编30亿的预算，另外卖补助商业、服务业，一案上济会当补助到500万。立法院已经初审通过，明年初就开始实行。今年超过10年，老旧家电经济部估算全国有707万台，其中冷气、冰箱占4成。鼓励户龄家电换新的，经济部重启节能家电补助，相关应补助3000，按过民众反应无同。家电也是高消费的用品，就是有需要的时候才会去做更换，对啊，所以不会因为有一个补助就去花这个钱。环保当然是很好的事情，但它是需要成本。如果刚好有要买家电的东西的话，那可能就蛮大的诱因。经济部表示，针对主题节能家电总共编列20亿，个别以及零耗冷气电冰箱每台补助3000。经济部另外编列10亿，用在商业服务节能设备补助，包含以及零耗冷气加节能标准 LED 照明产品。相关各项补助有500万，相信明年1月初一上路。我们昨天是经济委员会预算初审通过，会在立法院大会审查。那通过的话，我们预计是希望明年1月1号就可以施行。另外，财政部个别节能电器退行检定服务税措施，应到明年6月中，买1级零耗冰箱冷气每台应退税2000块，加上经济部补助相关优惠有5000。有买家电计划民众应搁等一下。经济部表示，节能家电补助有3用环对提早结束，相关细节下礼拜会正式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日结王公庙，初九王公生节日，拢会举办新桥过火仪式。有的信徒是扛桥，有的信徒是请金身、烫只脚，走伫12000斤烧甲红旗旗火炭顶悬，希望消灾解厄、求平安。火炭烧甲红旗旗刷落来，压一寡盐，互信徒扛神桥、冒神尊、烫只脚走过去。宜兰县日结王公庙初九王公生，举办全国上大的新桥过火仪式，有上百尊神明做伙来到闹热，信徒烫只脚踏过火炭，祈求消灾解厄，来年平安顺遂。我看你脚都黑掉了，很烫吗？还好，会很烫吗？不会。当年王公生举办日结王公过火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从登录做台湾宗教八景，嘛是宜兰县无形文化资产。信徒打过火炭，规身脚乌密码，不过有盐盐甲白米降温度，所以袂受伤。那今年较特别所在是，咱有甲咱的白沙屯妈祖，甲咱的沙屯妈祖，共同来配合。今年的王公庙过火，较特别的是头一摆邀请白沙屯妈祖来参加。扫过了后，王公甲妈祖坐伫神桥顶悬，开放信众软脚脚。现场庙方冒传1000份的王公妈祖祈安饼，送互民众食平安添福气，互这场地方的宗教盛事会当圆满结束。记者林敬伦宜兰报道。天气报你知，做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18度到21度，中部地区16度到26度。
南部地区16度到28度。东部地区18度到26度，外岛地区15度到2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真，明仔日同这个时间咱再会。